深夜時分，巴黎羅浮宮入面，博物館已經閂咗門，走廊靜到只係剩低腳步聲。男人停咗喺一幅畫前面，佢望住幅畫，好似已經做過無數次咁樣，伸手熟練咁樣將幅畫由牆上面拆落嚟。佢除咗個畫框，再將幅畫塞入自己件衫入邊，然後佢就咁抱住幅畫，斯斯然咁樣行向博物館嘅大門。門口雖然有警衛，但係並冇阻止佢，因為佢着住博物館員工嘅制服。就係咁，呢個男人成功偷走咗幅畫，而佢偷走嘅就係世界知名嘅蒙羅麗莎。好，今日我哋講蒙羅麗莎，達文西畫嘅，每年有幾百萬人專登飛去法國巴黎，排隊逼到成身汗，就係為咗佢。唔係皇后，唔係公主，甚至唔係貴族，佢只係佛羅倫斯一個布商嘅老婆。但係500年後全世界人望到呢個樣，都叫得出佢個名。問題嚟啦，一個普通嘅人妻，點解會變成全世界最出名嘅面孔呢？我哋今日由頭講起，由佢個名講到佢俾人偷，再講到科學家用超級電腦，甚至 NASA 嘅衛星技術去分析拆解呢個女人背後嘅傳奇。我哋由最簡單嘅地方開始。而家個個都叫佢蒙羅麗莎，但係其實呢個名本身就有少少誤會嘅。蒙娜呢係意大利文夫人嘅意思，所以蒙羅麗莎其實真係麗莎夫人。而麗莎呢係真有其人嘅，佢個名叫做 Lisa Gladidi， 佛羅倫斯人，一個布商嘅老婆。但係去到法國呢，法國人叫佢做La Gioconda， 拉喬康多。呢個名喺法文入邊有兩個意思。第一個意思呢，就係喬康多夫人，因為佢老公姓喬康多。第二個意思呢，就係快樂，所以意大利人話呢個係我哋嘅麗莎夫人。法國人呢就話畫嘅係邊個唔重要啊，重點係佢笑得好開心。蒙羅麗莎的微笑可能就係咁嚟。咁呢位麗莎夫人點解會變成全世界最出名嘅面孔呢？1503年左右達文西開始畫蒙羅麗莎，但係達文西畫畫有個好出名嘅問題，佢畫得慢，非常慢。幅畫一畫咗幾年，而且佢一直帶喺身邊似乎永遠都覺得未完成嘅。去到1516年啦，64歲嘅達文西收到法國國王法蘭西斯一世嘅邀請，移居法國。當時佢喺意大利其實過得唔太順嘅，佢同美第奇家族嘅關係一般，又經歷過米蘭戰亂，於是佢決定接受邀請，去法國做國王嘅首席畫家、建築師同工程師。佢帶住幾幅心愛嘅作品，翻越阿爾卑斯山搬去法國。其中一幅呢，就係蒙羅麗莎。法國國王對佢禮遇有加，賜佢住喺克盧城堡。而佢嘅主要工作呢，其實只有一樣，陪國王傾偈，做佢嘅顧問。達文西喺法國度過咗人生最後嘅3年。1519年，佢喺城堡離世。傳說法蘭西斯一世喺佢臨終前仲親自去探望佢。達文西死後，佢嘅學徒繼承咗幅畫，後來再賣俾法國國王。從此蒙羅麗莎就變成咗法國皇室嘅收藏。幾百年間輾轉喺南丹伯魯宮同埋凡爾賽宮之間流轉，最後落戶羅浮宮。所以嚴格嚟講蒙羅麗莎其實係達文西親手帶去法國，並冇牽涉到任何巧取豪奪嘅情節嘅。但係達文西大概冇諗過幾百年之後，呢幅畫會引發一場轟動全球嘅偷畫案，而起因竟然係源於一個誤會。時間跳到去1911年，翻去我哋一開始講嘅故事，
一個叫做佩魯賈嘅意大利油漆工匠。佢曾經喺羅浮宮打工，幫手整過蒙羅麗莎嘅保護框，對館內嘅環境熟到不得了。而佢深信一個事實，呢幅畫係拿破崙當年打仗嗰陣由意大利搶翻嚟嘅戰利品嚟嘅。佢覺得自己有責任令國寶回歸祖國。1911年8月20號夜晚，佢趁閉館期間匿喺儲物室過夜。第二日朝早，佢着住白色工人衫出嚟，就咁將幅畫取落嚟，收喺件衫入邊，大搖大擺咁樣行出門口。成個過程順利到一個點啊！門口嘅保安呢，見到佢着住制服，以為佢係同事，仲幫佢打開上咗鎖嘅大門。最離譜嘅係羅浮宮隔咗2日先至發現幅畫唔見咗。哇！當時傳媒癲晒，全世界喺度食花生，警方亂咁拉人，連畫家畢加索都拉咗去問話，因為佢哋曾經買過拆裝，但係同呢單案完全冇關嘅。法國人覺得自己面子丟晒，成個國家好似俾人玩住一鑊咁。究竟幅畫去咗邊啊？佩魯賈收咗喺自己巴黎租屋嘅行李箱底，一收就係2年。呢2年期間，佢曾經被警方盤問過2次，但係冇人覺得佢可疑。直到1913年，佢聯絡佛羅倫斯一間畫廊，話想歸還國寶。畫廊嘅負責人就約佢去大畫鑑定啦。確定咗係真跡之後，即刻報警。12月，佩魯賈就喺佛羅倫斯被捕，但係佢喺法庭上面慷慨陳詞，話自己做嘅係愛國嘅行為，佢要將俾拿破崙搶走嘅國寶帶返去意大利。問題係拿破崙從來都冇搶過嗰幅畫，幅畫頭先講過啦，係達文西自己帶去法國，再由法國國王合法買入嘅。諷刺嘅係，意大利民眾並唔理呢啲細節啊，依然將佩魯賈視為民族英雄。法庭外面仲有人高呼佢個名去支持佢。最後呢，只係判咗7個月嘅監禁。一幅由達文西親手帶嚟法國嘅畫，俾一個意大利人帶返去祖國，而佢帶走嘅原因呢，係一個徹底嘅誤會，就係呢一單低科技嘅偷竊案，將蒙羅麗莎由藝術圈嘅名畫一夜之間推上去全球嘅頭條，去到一個家傳戶曉嘅明星級地位。還畫嗰陣，羅浮宮仲鋪晒紅地毯嚟到迎接，待遇誇張過國家元首。所以話蒙羅麗莎嘅神話，一半靠嘅係達文西嘅畫工，另一半就係靠呢次意外嘅離家出走。歷史總係驚人咁重複嘅，羅浮宮似乎冇好好吸取上一次俾人偷畫嘅教訓。時間跳到去2025年10月19號，今次唔係偷畫啊，直頭係打劫法國皇室珠寶。朝早9點半，博物館啱啱開門，4個賊人扮裝修工人，揸住一架有升降台嘅火車，泊喺塞納河旁邊，用雲梯爬上去2樓阿波羅畫廊嘅露台。佢哋用工具解開玻璃窗，幾分鐘就入到去，切開陳列櫃，攞走屬於拿破崙3世皇后同其他皇室成員嘅冠冕、頸鏈、胸針，估值大概8800萬歐元。話攞完呢，即刻跳上電單車走人。走嗰陣仲送到個蝦碌彩蛋，其中一頂皇冠呢，竟然跌咗喺街度，仲要跌爛咗。國寶喎，就咁掉喺路邊。事後調查發現啦，博物館嘅保安漏洞多到嚇死人。案發位置嘅監控鏡頭擰歪咗，拍唔到現場。保安系統嘅密碼仲經典，根據報道，竟然係 Louvre， 即係羅浮宮個英文名，簡單到好似你屋企個 WiFi password 咧，就叫做 password。其實早幾年前啦，法國國家網絡安全部門已經出咗報告話，喂，呢個密碼太簡單啦，快啲改啦。結果年年提示，年年都冇人理。成件事你話幾法國啊？有高科技監控，有防彈玻璃，有紅外線感應，最後輸喺邊啊？
輸喺一個你用3秒鐘就撞得穿嘅八達密碼嗰度。搞咁多高科技，原來最危險嘅漏洞呢，就係唔用腦。好，花生食完，我哋翻返去幅畫。達文西一生人畫咗咁多嘢，最後的晚餐又唔夠佢出名，維特魯威人唔夠佢經典咯。點解係佢跑出？我哋用4個層次逐層同你分析。第一層，我哋睇下佢點畫嘅，先唔理佢係邊個，淨係睇幅畫本身。第一樣係佢嘅構圖。達文西用咗一個金字塔式嘅三角形構圖，麗莎夫人呢坐得四平八穩，你點望幅畫都唔會亂。第二樣係技法，達文西有一招非常之出名嘅秘技——暈塗法。佢會用極薄嘅油彩一層一層咁搭上去，令到陰影同輪廓好似煙咁樣慢慢融合。所以你會發現佢嘅嘴角、眼角其實冇一條清晰嘅邊界，你對眼唔知道邊度係光，邊度係暗，結果呢，你個腦就會不斷咁樣去解讀，於是就覺得佢個笑容好似會變咁，佢對眼好似望住我咁。第三樣，空間。幅畫嘅背景其實好詭異嘅，左邊同右邊嘅地平線唔同高度，再加上達文西用咗空氣透視法。遠景畫到朦朦地，成個背景其實係一個想象出嚟嘅世界。順便講個小八卦，成日有人問點解蒙羅麗莎冇眉毛嘅？2007年，法國工程師科特佢用一部2.4億像素嘅超高清相機就幫蒙羅麗莎影咗一張極高解像度嘅相，結果發現喺佢左眉位置其實有一條非常之微弱嘅油墨跡，即係話達文西原本係有畫眉毛嘅，只係經過咗500年時間，可能係顏料褪色啦，或者早期清潔嘅時間俾人擦走咗，所以唔係冇眉啊，只係時間幫佢收咗眉。睇完畫工啦，第二層我哋睇下幅畫想表達啲乜。喺文藝復興之前，肖像畫通常係用嚟展示權力。有錢人會着到珠光寶氣、穿金戴銀咁樣，意思好簡單嘅，就係話俾你聽我好有錢。但係麗莎夫人佢嘅衫好簡樸，冇首飾啦，背景仲係荒山野嶺。達文西刻意剝走晒所有顯示社會地位嘅符號，咁剩低啲乜嘢？剩低嘅一樣就係人，佢嘅表情，佢嘅眼神，佢嘅雙手先至係主角。呢幅畫其實講緊一句說話，一個人嘅內在生命本身就值得被莊重凝視。呢個思想就係文藝復興最核心嘅概念——人民主義。去到第三層啦，點解會喺嗰個時代出現呢？一幅畫唔會憑空出世嘅，我哋要問一個問題：點解係15世紀意大利？答案同一個大時代有關，就係文藝復興。喺中世紀，藝術主要係服務宗教嘅，畫入邊嘅人僵硬、符號化，重點係神而唔係人。但係到咗文藝復興，一樣嘢開始改變咗。佛羅倫斯出現咗一班非常有錢嘅銀行家，其中最出名嘅就係美第奇家族。佢哋有錢啦，而且願意贊助藝術，於是藝術家唔再只係畫聖人，開始畫哲學家、科學家、普通人。藝術嘅焦點由神慢慢轉移去人，而達文西正正係呢個時代嘅產物。佢唔係普通畫家，佢係用科學家嘅眼光去畫畫，為咗畫人體畫得真，佢深夜去研究人體解剖。為咗畫光影，佢研究光學嘅原理。蒙羅麗莎其實係佢幾十年科學研究嘅藝術結晶。最後一層，我哋睇下你同幅畫嘅關係。好，如果我哋拎走晒歷史理論、藝術分析，
就係剩翻一樣嘢，剩翻你同幅畫。想象一下，如果冇咗塊玻璃，冇咗人牆，冇咗遊客自拍，得翻你一個企喺幅畫面前，你會有咩感覺？係覺得平靜啊、神秘，定係有一絲憂傷？其實冇標準答案嘅，你嘅感覺本身就係理解幅畫嘅一部分。你甚至可以問下自己：哇，其實幅畫係咪俾人哋過度神化？有咁嘅問題亦都完全合理喎。但係至少當你知道晒佢嘅歷史、技術、時代背景之後，你再去望佢，你可能會有另一種感覺。綜合上述嘅4層呢，你會發現佢嘅地位唔係偶然，係技術、主題加上時代3樣嘢撞埋一齊，再加上嗰一次意外嘅走佬，先至造就咗佢今日嘅神話。但係又咁講，呢個神話並唔係達文西一個人嘅功勞嚟嘅。蒙羅麗莎呢一份宣言呢，佢背後其實企住咗成個時代嘅猛人：達文西、米高安哲羅、拉斐爾呢3位被譽為文藝復興最具代表性嘅人物。我先講翻佢作者本人。講起達文西，唔知你會唔會諗起國產007入邊踢住拖鞋出場嗰個？佢集10大殺人武器於一身，發明咗攞你命3000。你以為係咩大殺傷力武器？結果佢西瓜刀、強水、單車鏈一注鹹水粗咁集埋一齊，諗起就好笑。但係現實中嘅達文西，佢本人真係做到攞你命3000。畫家、雕塑家、工程師、解剖學家、音樂家、發明家，橫跨10幾個領域，而且唔係玩玩下，佢係認真做嘅。如果你出生喺佢嘅時代，你直頭唔想同佢做朋友。為咗畫人體畫得真，佢深夜走去湯師研究肌肉骨骼。佢喺筆記本入邊畫過坦克車、直升機、潛水衣嘅草圖，仲早過真正嘅發明幾百年。對達文西嚟講，藝術同科學根本係同一回事，都係用嚟理解呢個世界嘅工具。達文西用理性去證明人嘅頭腦可以理解成個世界。另一位嘅手法同佢完全相反，米高安哲羅。你望下佢雕嘅大衛，一個少年企喺度，全身肌肉繃緊，青筋暴現，眼神望住遠方，右手揸住塊石頭。聖經入邊嘅大衛係喺佢打完巨人哥利亞之後嗰種勝利姿態，但係米高安哲羅揀嘅呢，係開戰之前嗰1秒，未打，但係準備好打，未知輸贏，但係相信自己會贏，會驚，但係仍然企出嚟。呢個就係佢眼中嘅人，唔係完美嘅神啊！面對挑戰嗰一刻，仍然會緊張，會恐懼，但係仍然選擇企出嚟嘅存在。正正因為靈魂會被困住，所以掙扎先至係人嘅本質。米高安哲羅用肉身去證明人嘅身體可以充滿力量，可以同命運角力。達文西同米高安哲羅都太有性格啦，一個太深，一個太爆。咁如果有個人可以將理性同力量溝埋一齊，溝到好勻循呢？呢個人就叫做拉斐爾。如果前面講嘅2位係2座火山，拉斐爾就係中間嗰片沙灘，和諧舒服，人見人愛。佢吸收晒2個前輩嘅優點，然後提煉出最優雅、最平衡嘅風格。佢畫嘅人物個個都靚仔靚女，構圖永遠舒服嘅，顏色永遠係溫暖。佢嘅代表作雅典學院，將古希臘所有嘅哲學家、科學家擺埋喺同一個大廳入邊開學術派對。畫入邊仲偷偷地將達文西同埋米高安哲羅個樣畫咗落去，當係致敬。拉斐爾用和諧去證明人嘅靈魂可以安放成個世界嘅智慧。一個用理性理解世界，一個用肉身角力世界。
一個用和諧安放世界。三個方向講緊同一件事，人值得被睇得起。OK， 三個大佬講完啦，你可能會問喎，咁點解呢班人會喺同一個時代、同一個地方走出嚟嘅呢？唔通意大利啲水特別甜啊？定係嗰邊啲空氣特別好聞呢？答案梗係唔係啦。原因係咩呢？講完你就明啦。第一個原因，有錢佬撐場。佛羅倫斯嘅美第奇家族作為銀行家，錢多到使唔晒，但係佢哋需要洗靚嘅形象，於是瘋狂科水俾藝術家。有錢咧，真係可以為所欲為嘅，包括買起一個黃金時代。第二個原因，腳下面踩住歷史。意大利係古羅馬嘅地頭，周圍都係2000年歷史嘅古蹟。你喺街邊執起嚿石頭，都可能係凱撒大帝踩過嘅。成日對住祖先呢啲嘢，你自然好容易會諗到，人哋以前咁勁，我做咩搞成咁啊？呢種感覺好容易會令人想去翻返去以前，復興翻以前。第三個原因，黑死病嘅後遺症。之前場瘟疫死咗咁多人，幸存落嚟嘅人呢，反而繼承咗更加多嘅財富，但係心態亦都變咗。聽日可能就死啦，不如我今日活得精彩啲啦。於是更加願意使錢喺藝術，係享受人生、探索世界上面。呢三樣嘢夾埋，就孕育咗一個相信人可以好勁嘅時代。而呢個人500年之後呢，仲有第二種玩法。你以為蒙羅麗莎只係乖乖地坐喺羅浮宮度俾人打卡？錯啦！過去幾十年，麗莎夫人都唔知幾忙。1983年，科學家做咗個實驗，將佢塊面變成256×256像素，細過你 WhatsApp 個頭像，然後再喺上面加上一層又一層嘅隨機雜訊。實驗發現，就算個畫面爛到你以為乜嘢都睇唔清，但係原來只要仲有少少嘅結構留低，你個腦竟然可以砌翻蒙羅麗莎個樣出嚟。呢個實驗就話俾我哋知，人嘅視覺係會主動喺混亂入邊執翻一個完整嘅圖像。係咪好熟啊？今日無論係 AI 嘅圖像生成，定係低光相機嘅降噪模式，背後都係用緊同一個原理。1990年代初呢，保育團隊遇到另一個問題，幅畫500年啦，保護層變黃龜裂，但係又唔可以亂咁喐手清潔，咁點算好啊？佢哋呢影咗一張超高解像度嘅相，輸入去超級電腦入邊，電腦做咗兩樣嘢。第一，將變黃嘅顏色校正，模擬翻達文西當年用嘅色調。第二，佢哋發現咗達文西對畫作改動嘅痕跡，原本有條頸鏈同埋有更加多嘅山脈，後尾俾佢自己刪走咗。而呢一啲細節，肉眼根本睇唔出。呢種數碼 X 光嘅技術，今日就應用喺醫學影像啦、修圖 Apps， 甚至係天文觀測入邊，都係根據有限嘅數據重建一個更加接近真相嘅畫面。2025年啊，科學家用情緒識別軟件去分析蒙羅麗莎嘅笑容，將佢嘴角嘅弧度、眼角皺紋全部數碼化，再同數據庫比對，結果發現快樂佔咗有83%，其他嘅情緒加埋都唔夠2成。電腦話俾你聽，麗莎夫人佢真心覺得快樂，只係笑得好含蓄啫。今日你手機嘅面部解鎖、相機嘅自動美顏，背後其實都係用緊同一類嘅演算法。到咗2012年，連做衛星嘅人都加入戰團，用處理地球觀測嘅技術數據，將畫面上面老化變色嘅保護層數碼剝離，還原翻達文西原本用嘅顏色。簡單嚟講，就係用睇地球嘅技術去睇一幅畫。達文西用科學家嘅眼光去做藝術啦，但係佢應該冇諗過佢幅畫原來可以俾人咁玩法嘅。呢個例子說明咗一樣嘢，科學同藝術好多時只係用同一套工具用喺唔同嘅對象上面。
又到咗人工智能嘅年代，科學家將名畫分成幾千種數碼特徵、筆觸、顏色、紋理，變成每位畫家嘅指紋。咁將來如果再有人質疑，哇，呢幅係咪真跡嚟㗎？電腦咧就可以拎住呢一張指紋嚟到去比對，俾出一個科學化嘅答案。而家用緊嘅 AI 學畫畫，都係吸收咗大量嘅呢一啲指紋，然後由一堆雜訊開始，慢慢生成一幅新圖。咁你又可能會問咯，點解咁多研究都揀佢嘅呢？答案好簡單，因為佢夠出名、夠複雜、夠代表性。喺科學界用一個公認嘅標準樣本嚟到去做測試，先至可以將唔同嘅研究結果拎去比較。蒙羅麗莎成為咗藝術分析同埋視覺研究領域嘅御用 model。由1980年代嘅超級電腦到而家嘅人工智能，由 NASA 嘅衛星技術到情緒識別元件，麗莎夫人一次又一次咁走出畫框，成為咗人類測試新科技嘅活教材。而呢一個呢，又係另一種文藝復興嘅精神體現啦。用科學去理解世界，用理性去探索乜嘢為之美。所以話蒙羅麗莎笑足500年，由藝術史笑到入密實驗室，再笑到入超級電腦。呢個微笑真係穿越時代，仲要跨晒界。所以啊，下次當你見到蒙羅麗莎，無論係喺明信片啦、鎖匙扣定係手機屏幕上面，你望到嘅唔只係一個微笑，你望到嘅係人類第一次咁徹底咁同神本思想講分手，轉個頭嚟擁抱自己嘅身體、智慧同埋感情。一個微笑，輕過羽毛，但係又重到可以撬起成個中世紀嘅灰暗。呢一份以人為本嘅自信，就係文藝復興留俾我哋最寶貴嘅遺產。直到今日，當你相信自己值得被畫、被記錄、被欣賞嘅一刻，你就係蒙羅麗莎嘅隔世傳人。好，今日講住咁多先。題外話，好似冇乜人記得喬康多先生，等咗成世人都等唔到達文西交貨，佢老婆仲要俾全世界睇咗500年添。好彩當年冇超掌權啫。嗱，今日真係講住咁多啦，係咁先，下次見，拜拜。